新闻台先来看新北市一间学校，一个国三的学生囡仔和一个查甫同学摕刀仔挂上阿妈棍哦，目前是搁咧装夜课模的抢救。当手的学生囡仔甲西人的查某学生，嘛已经予以涉嫌未遂罪嫌，移送少年法庭。事后，这个查甫同学是予收容，查某学生交予家长监护人登记管教。警方跟学校嘛已经启动校安联防，学校是表示讲会加强来管理。若施工发现讲有学生囡仔炸刀仔来学校，会依照规定来处理。新北市一间学校内面是爆发冲突，一个国三的查某学生是疑似替共学校查某学生出一口气，摕刀仔去攻击隔壁班的查某学生，涉犯杀人未遂的罪嫌。移送少年法庭了后，当手的查某学生被裁定收容，少女是接付监护人。他过去的事件因为有涉及个资，我这边就真的不太方便。当然是明确禁止，可是他带的时候，你因为没有办法对他直接做偷生的行为，所以是侧面的部分。阮本消防接到通报，受伤的人颔棍后尾将刀仔划着伤，是无呼吸心跳，即马搁咧抢救。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伊的颔棍、胸坎真侪所在拢互拄着伤，搁查到犯案工具是警仔刀。新北市教育局长26嘛去病院来关心。目前受伤学生有医疗单位全力救治中，校方也已经初步完成个别学生团体的班级的辅导。涉案的学生红标出讲，逐工拢炸刀仔去学校。佮因为伤害前科，拄对校官说出来。虽然学校无证实，敢若讲警仔刀是违禁品，但是无所炸有难度。即马警方嘛讲，强化校警联防，接到通报炸刀仔去学校，会照校事法这规定来处理。那我相信，在每个学校都有一些需要被协助或需要多一点关注或需要一些辅导咨商的学生。总之，我觉得。校园的资源系统是可以被思考的事情。除了学校警示机制搁要加强，嘛有真侪学者讲，即摆的教育较无在教囡仔处理情绪，尤其学校的暴力形态是愈来愈多元，建议学校强化学生面对冲突和沟通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